和諧三型公屋間兩房，點慳銀紙，慳空間，顯闊落。入面靠牆設計通頂衣櫃，呢度開放格做書櫃，延伸設計書台，對住窗學習精神好。隔離設計地台床加矮地台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床頭櫃加燈帶，晚黑攞嘢方便。板材間隔空間，呢邊房間設計到頂衣櫃，挖空做床頭櫃。設計地台床，床下側換櫃3被，床尾設計書台吊櫃，輕車咁撲面而來。隔離再設計多一個櫃，儲物空間翻倍，唔使砌牆，用家私板材就能間房，唔知慳翻幾多米。入門處設計鞋櫃，雪櫃陷入櫃度更好睇。呢邊設計電視櫃，跳色加玻璃櫃有層次感。呢個角位仲可以設計書台，閒來無事睇下書都唔錯啫。廚房 L 型設計，動線合理執得嘢。浴室設計鏡櫃、水盆櫃，凌空唔易積水。側邊開放格攞廁紙都順手啲。呢啲設計思路有冇幫到你？